根据国健署的统计，咱台湾拢总有54000人咧食电子烟。这阵学校休寒，国健署是呼吁青少年千万唔通因为好闲，就违法使用电子烟，也是加热烟。民众若准出国，嘛唔通甲电子烟炸转来台湾，上当会罚500万。学生囡仔有讲有笑，总算开始休寒。伫休寒的头一天，根据国健署的调查，伫81年有3.9%的国中生违法使用电子烟，到112年减到3.2%。高中生的部分，伫81年有8.8%违法使用电子烟，到112年减到6.3%。虽然食烟的状况有愈来愈少，不过比例也是真悬。国健署表示，目前大约有5.4万的青少年违法使用电子烟。通常他会在这个放假比较长的时间里面，孩子会接触他的同侪，或者比较没有人注意的时候，他会使用电子烟。所以我们第一个提醒是希望家长在寒假期间多关心自己的孩子。另外，国健署嘛特别提醒，过年要出门佚佗的民众，千万唔通甲加热烟，也是电子烟炸入境。根据112年收的烟害防治法，违法会当罚5万至500万的罚金。财政部嘛伫咧记者会现场公布到打以来，海关查缉电子烟、加热烟的成果。经过海关查获的电子烟违法输入的数量已经有13万余支，加热烟也高达28万余条。查获之后，对陆续移送给地方政府的卫生局来拆除。国健署指出，伫修法以来，甲电子烟列做全面禁止使用、买卖等等以后，为着要加强宣导，国健署嘛邀请各种高中生拍宣传影片和海报，希望借公园的力量，把正确的观念推广到校园，邀请学生斗阵拒绝烟害。记者陈阿轩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